次和唔知道你每次入賭場或者做投資嗰陣，係咪成日同自己講今日執少少或者打平手我就收手走人？但結果呢，往往係你差少少就打平嗰陣就想追多一注，又或者輸緊嗰陣，夾硬要追到打和先肯走，最後連老本都輸清光。點解打平手就走？呢個諗法反而是最邪門嘅陷阱。其實何鴻燊之前講過一句話：唔驚你贏，最驚你賭唔嚟。莊家一早摸透咗普通人嘅心理，專登設計好打平就走呢個心理圈套。今日我哋就用理性角度拆解賭王留低嘅4大生存鐵律，幫你喺失控之前畫一條真正嘅生死防線。喺講呢4大鐵律之前，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睇清莊家嘅套路，用理性戰勝情緒，我哋每個禮拜都會分享博弈背後嘅心理學同底層邏輯。另外，置丁留言放咗一份賭王心態指南嘅 PDF 小冊子，只要你訂閱咗頻道嘅嘢和評喺下面留言話，我知道你平時最容易犯邊種心態問題，就可以免費拎到。好，我哋即刻睇下第一條鐵律。你知唔知一個人輸咗錢之後，佢個腦入面會發生咩事？神經科學家做過實驗，發現人失去嘅痛竟然大過得到嘅快樂2倍幾。即係話你跌咗1000蚊嘅心痛程度，同你執到2000幾蚊嘅開心程度差唔多。呢個就係行為經濟學上面講嘅損失規避和呢個概念，由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同阿摩斯特沃斯基提出，佢哋仲因此拎咗諾貝爾經濟學獎。實驗入面，引人員俾參加者2個選擇，第一個係一定贏500蚊，第二個係有50%機會贏1000蚊，50%機會贏0蚊。而結果，大部分人揀第一個，因為唔想冒險。但係當問佢哋一定輸500蚊，有50%機會輸1000蚊，50%機會輸0蚊嘅時候，大部分人反而揀第二個，寧願搏一搏。呢個就係損失規避嘅威力。人寧願冒險都唔想接受一個已經發生嘅損失。呢個現象有幾可怕？我話個真實案例俾你聽。有個朋友，我稱呼佢做阿強。阿強有一日拎住5000蚊本錢入賭場，諗住玩幾手百家樂，贏夠1000蚊就走。開頭手風順，唔夠半個鐘就贏咗1200蚊。呢個時候佢個腦入面把聲開始講，多贏2000就夠首期買表啦。結果呢，再玩多幾手，不但贏嗰1200蚊輸翻晒，仲賭蝕2000。阿強開始出汗，心跳加速，個腦淨係諗住追翻打和我就走，真係走。於是加大注碼，由500變1000，1000變2000，最後5000蚊本錢清光，仲要喺櫃員機撳多3000。呢個故事係咪好熟口面？就係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點解會咁？因為當你輸錢嗰陣，和大腦裏面嘅杏仁核，即係負責情緒嗰部分，會即時搶閘啟動，切斷你同前額葉皮質，即係理性思考嗰部分嘅聯繫。心理嘅簡單啲講，你嘅大腦已經進入生存模式，唔係思考模式。你覺得嗰筆輸咗嘅錢係威脅你生存嘅嘢，所以你會不計後果咁想攞翻莊家，就係利用你呢種唔想輸、想打和嘅不理性引你落跌。科學研究仲發現，
和當人面對損失嘅時候，大腦會分泌更多多巴胺，令你產生一種病態嘅興奮感，驅使你繼續落注，好似吸毒咁，愈輸愈想追，和愈追愈迷失。更加恐怖嘅係賭場嘅設計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心理實驗室。你幾時有見過賭場有槍？係啊，唔係冇槍你就唔知天光天黑，唔知時間過咗幾耐。你幾時有見過賭場有鐘？冇啊，因為佢哋唔想你知自己坐咗幾耐，甚至連地毯嘅花紋、冷氣嘅溫度、派牌嘅速度，全部都經過精心計算。目的就係要你進入一個叫做賭場迷離狀態嘅心理現象。喺呢個狀態入面，你對金錢嘅敏感度會大幅下降，籌碼喺你手上變咗好似遊戲幣咁，輸咗都冇感覺，直到你企喺櫃員機面前先如夢初醒。有心理學家做過研究，賭場嘅紅色同金色裝修會刺激人嘅冒險慾望，而冷氣嘅溫度調得啱啱好，唔會太凍，又唔會太熱，令你身體放鬆，心降低。甚至連派牌員嘅笑容同說話速度都經過培訓，目的就係要你留低耐啲。所以第一鐵律就係前話，你要認清損失呢個魔鬼。當你開始覺得我要追到打和嗰一秒，你就已經輸咗，輸咗俾你嘅本能，輸咗俾你嘅情緒，輸咗俾賭場嘅精心佈局。真正嘅高手從來唔會諗打和，因為佢哋知道打和呢個概念本身就係一個陷阱，引你一步步踩入深淵。你要明白，輸咗嘅錢已經唔屬於你，佢係沉沒成本。經濟學話俾我哋知，沉沒成本唔應該影響未來決策。但係人類天生就係非理性嘅動物，我哋總係覺得已經輸咗咁多，一定要追翻。呢個諗法就係萬惡之源。很多人輸錢係輸在唔甘心三個字。如果你覺得先講嘅心理學分析有幫你認清自己，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哋頻道，我哋會持續分享喺呢類思維方式，陪你一齊拆解更多盲區。好，第一條鐵律幫你認清咗打和係心理陷阱。第二條就係實際行動，設立硬性止損線，而唔係打平線。你可能聽過一個概念叫鱷魚法則。怎和？假如你嘅腳被鱷魚咬住，你最正確嘅做法係即時犧牲嗰隻腳，即刻走人。如果你試圖用手去掰開鱷魚個口，結果就係鱷魚會連你隻手都咬埋。呢個法則放喺博弈世界一樣啱用。當你嘅注碼開始被咬住，前和，你要做嘅唔係加注去救，而係即時斬纜，保住剩低嘅本錢。呢個法則嘅核心係壯士斷臂，雖然痛，但係保住條命。其和，好多賭徒就係唔肯斷臂，結果成個人被鱷魚拖落水底。職業賭徒點樣做？佢哋從來唔會諗我今日要贏幾多，只會諗我今日最多可以輸幾多。呢個數字就係硬性止損線，去到嗰個位就好似機器咁，即刻起身走人，冇得傾，冇得商量，冇得等多一鋪。點解要咁絕？因為你一旦開始同自己講等多一鋪，你就已經輸咗一半。和呢個等多一鋪嘅念頭，就係打開你荷包嘅鎖匙。心理學入面有承諾升級呢個概念，即係當你已經投入咗資源，就算結果唔好，你都會繼續投入更多，試圖證明自己最初嘅決定冇錯。
呢個就係點解賭徒會愈輸愈大，因為佢哋唔想承認自己之前嘅決定係錯嘅。我識得一個職業博彩玩家，佢有個好得意嘅習慣，係話每次入場之前會喺張紙仔上面寫低一個數字，然後擺喺左邊衫袋，嗰個數字就係佢當日嘅止損上限。玩嘅過程入面，佢會一路計數，而一旦輸到去嗰個數字，就即刻將左邊衫袋張紙仔撕爛，代表今日玩完。佢話我知呢個儀式感好重要，心理和。因為當你物理上撕爛張紙，你嘅大腦會收到一個明確信號，今日已經結束，冇得返轉頭。仲有另一個做法，就係預先將止損線嘅金額兌換成籌碼，分開擺。一旦輸晒嗰碟籌碼，就代表要停。呢啲方法都係將抽象嘅決定變成具體嘅動作，令你冇咁容易反口。反面教材係點？有個朋友佢設定咗止損線係3000蚊，輸到3200嗰陣，佢同自己講差200蚊啫，多鋪追翻個整數就收。結果呢，追下3000變5000， 5000變10000，最後埋單計數輸咗2萬幾。佢後來同我講自立和，最錯就係嗰一刻冇嚴格執行止損線。如果當日輸3000就走，之後嗰17000蚊根本唔使輸。但係呢個世界冇後悔藥食。仲有另一個案例，係一個生意人，平時好精明，但係一上賭台就變咗第二個人。佢試過止損線設咗5萬，輸到52000嗰陣我覺得反正都係輸，不如搏鋪大嘅。結果一鋪輸多10萬。呢啲故事日日喺賭場上演，唔係因為佢哋蠢，而係因為人性太脆弱。點解執行止損線咁難？因為人類天生就係討厭失敗嘅動物。進化心理學話俾我哋知，原始社會入面被族群排斥等於死亡，所以我哋天生就恐懼被認定失敗。當你止損離場，你嘅大腦會解讀為我認輸咗，觸發強烈嘅羞恥感同挫敗感。所以你寧願繼續賭，都唔想面對我已經輸咗嘅事實。呢個就係點解咁多人破戒，咁多人超越自己設定嘅止損線。再加上社會文化入面，我哋成日被灌輸堅持到底、永不言敗嘅價值觀。呢啲價值觀喺其他領域可能係美德，但喺博弈世界入面就係毒藥。但係你想深一層止損，其實唔係認輸，而係戰略撤退。你聽過《孫子兵法》未？36計，走為上計啊！真正嘅高手知道保留實力先至有得翻身。如果你一次過輸清光，連翻身嘅本錢都冇埋。所以止損線唔係一條輸錢線，而係一條生存線。畫好呢條線，守住呢條線，你先有資格玩下一場。你睇下金融市場嗰啲專業交易員，佢哋最着重嘅就係風險管理。每一次交易之前都會設定止蝕位，一旦觸發就即刻平倉和唔會猶豫。呢種紀律性就係佢哋同散戶最大嘅分別。要認真止損真係好難，因為人類天生討厭失敗。如果你也想和其他朋友一齊交流，相互提醒，歡迎訂閱我哋，喺評論區與大家分享你哋嘅經驗，一齊進步。好，講完止損線，我哋進入第3條鐵律。呢條可能係最多人忽略，但最致命嘅一條，時間控制重要過資金控制。知唔知賭場最犀利嘅武器係乜嘢？唔係抽水率，
唔係莊家優勢，而係3個字：時間。係啊，就係時間。你留得越耐，莊家贏面就越大。呢個唔係我老作，係數學上嘅大數法則話俾我哋知嘅。大數法則講咩呢？就係當試驗次數越多，結果就會越接近理論平均值。放喺博弈世界入面，即係話你玩嘅次數越多，你嘅結果就越接近賭場預設嘅期望值。而所有賭場遊戲嘅期望值都係負數，即係長期嚟講，賭場一定贏。呢個唔係運氣問題，係數學問題。你同數學作對，贏面有幾大？我舉一個極端嘅例，假設你同賭場玩一個最簡單嘅遊戲擲銀仔，如果你估中公丁字，贏1倍；估錯輸1倍，睇落好公平啊！但係賭場會喺入面加多一條規則，如果你擲中公，你贏9成半；如果你擲中字，你輸晒，即係點？即係你贏嘅時候贏9毫半子，輸嘅時候輸成蚊。長此落去，每玩一次，你嘅期望值就係負2個半巴仙，即係每玩100蚊，你平均會輸2蚊半。呢個2蚊半就係莊家優勢。一鋪半鋪你可能冇感覺，但當你玩1000鋪、10000鋪時，呢個2蚊半就會慢慢侵蝕你嘅本金。你玩得越耐，蝕得越多。數學唔會呃人時間，就係你嘅敵人有統計顯示，錢氣嘢和百家樂嘅莊家優勢大約係1.06%，即係每賭100蚊，平均輸1.06蚊。但係如果你玩足1個鐘，假設每3分半鐘一鋪，即係大約17鋪，每鋪平均落住500蚊，咁你嘅預期損失就係500乘17乘0.0106，大約係90蚊。但如果玩4個鐘，損失就變成360蚊。時間越長，累積嘅損失越大。呢個仲未計你因為疲勞而做錯決定所引致嘅額外損失，是一禍。所以時間就係一個放大鏡，將莊家嘅微小優勢慢慢放大，直到你承受唔住。所以真正嘅高手佢哋唔單止控制注碼，仲會嚴格控制時間。每次入場之前校定個鬧鐘，時間一到，無論輸贏即刻起身走人。呢個動作有2大好處：第一，理想切斷你繼續賭嘅可能性；第二，心理上幫你保持清醒，唔好俾自己進入嗰種迷離狀態。我識得一個前輩，佢每次入賭場只玩1個鐘，鬧鐘一響，無論贏緊3萬定輸緊3萬，即刻起身籌碼換錢走人。佢話我知1個鐘之內，和你嘅腦袋仲清醒，仲可以計數。過咗1個鐘，你就開始麻木，開始跟感覺走。跟感覺走就等於將錢送出俾人。呢位前輩玩咗20年，冇輸過大錢，仲有賺。你話佢好彩？我覺得佢係有紀律。反面教材又係點呢？有位仁兄技術好，數準，開頭成日贏，但係佢有個致命弱點，一坐低就唔肯走。試過有一次佢贏咗3萬蚊，本來開心到飛起，諗住走人辭任，但係臨起身之前同自己講贏多5000就走。結果呢，贏嗰3萬變2萬，2萬變1萬，1萬變負數，最後輸咗萬幾蚊，垂頭喪氣咁走。佢話我知嗰日最大嘅錯誤就係留得太耐，贏嘅時候唔走，輸嘅時候更加唔走，結果就係由贏變輸，就係咁樣將佢嘅利潤同本金一齊吞噬。呢個現象背後有心理學解釋，
叫做賭徒謬誤，即係當你連續贏錢嗰陣拆和，你會覺得好運會持續；當你連續輸錢嗰陣，你會覺得下一鋪應該會贏返。兩種諗法都係錯嘅，每一鋪都係獨立事件，過去嘅結果唔會影響將來。但係你嘅大腦會不斷揾規律，不斷話俾你聽，就快轉運㗎啦，再玩多陣啦。和呢個就係時間對你做嘅心理操控。仲有一層就係賭場會提供免費餐飲飲品，甚至酒店住宿，目的就係要你留得耐啲。你飲咗酒，判斷力下降，你食飽咗嗰個人懶洋洋，更加唔想喐。呢啲全部都係時間陷阱嘅一部分。有研究指出，和賭場入面嘅氧氣含量比外面略高，目的係令你保持警覺，唔會眼瞓，可以玩得更耐。所以第3條鐵律好簡單，就係限時場之前校鬧鐘，鬧鐘一響即走，冇例外，冇藉口，冇等多5分鐘。呢5分鐘可能就係你由贏變輸嘅轉折點，甚至你可以更進一步將時間同止損結合，邊樣到先就邊樣觸發離場。即係話，如果你設咗止損線3000蚊，時間2個鐘，咁邊樣到咗你都即刻走。呢個組合拳可以最長程度保護你嘅本金。只要你留得夠耐，大數法則就一定會快快作用。學物和，如果你想每次做決定嗰陣都保持清醒，唔好俾情緒大腦騎住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我哋嘅影片會成為你每星期嘅清醒劑。和好，最後一條鐵律亦都係最根本嘅一條，將博弈視為概率投資，而唔係賭運氣。何鴻燊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話：我唔識賭錢，但我識開賭場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咩？就係話賭王真正嘅智慧唔係識得點樣贏錢，而係識得點樣做莊家。做莊家嘅思維係點？就係將每一件事都睇成概率問題，而唔係運氣問題。你諗下，賭場點解賺大錢？係因為佢哋運氣好？梗係唔係。係因為佢哋明白大數法則，知道只要人流夠多，時間夠長，概率就會企喺佢哋嗰邊。景和，每一張賭台，每一個遊戲都經過精算師計算過，確保莊家優勢係正數。雖然細小，但係積少成多，就成為賭場嘅利潤來源。景和，呢個就係概率思維。唔睇1鋪2鋪嘅輸贏，而係睇1000鋪10000鋪之後嘅統計結果。普通人嘅思維係點？普人將博弈當成運氣測試，今日運氣好就贏，運氣差就輸。呢種思維嘅問題係，你會將輸錢歸咎於唔好彩，而唔會反省自己嘅決策過程。結果就係，你永遠學唔到嘢，永遠重複犯錯，因為你覺得運氣係控制唔到嘅嘢，所以你放棄咗控制權。但係如果你將博弈當成概率投資，成個諗法就唔同晒。你會開始計數，呢個注碼嘅期望值係幾多？呢個風險回報比例合唔合理？我嘅資金可以承受幾多次連續虧損？你會開始做計劃，而唔係憑感覺。你會開始管理風險，追求運氣。真正嘅職業賭徒點樣操作？佢哋會預先計好所有可能嘅結果，計好每個結果嘅概率，然後決定落注嘅大小。佢哋唔會因為連續贏幾鋪就覺得今日運氣好，亦唔會因為連續輸幾鋪就覺得今日黑仔。只知道
短期波動係正常嘅，只要長期概率企喺自己嗰邊，最終一定會贏。呢種人先有資格叫玩家，而唔係其他人只係送錢嘅。我識得一個數學教授，佢業餘玩21點玩到出神入化。佢點玩？唔係靠記牌，雖然佢都識，而係靠概率。佢會計算每一手牌嘅期望值，只有當期望值係正數嗰陣，先會落大注；期望值係負數嗰陣，就落最細嘅注。佢話我知嘢，呢個方法唔會令你每鋪都贏，但係100鋪之後你一定有賺。呢個就係概率投資同賭運氣嘅分別。再深入啲講，和概率投資仲牽涉到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海利公式。呢個公式由貝爾實驗室嘅科學家約翰海利提出，計算喺有優勢嘅情況下，應該落幾大注碼先至可以令資金增長最快。公式係 FBPQB， 其中 F 係你應該落注嘅比例， B 係賠率， P 係贏嘅概率， Q 係輸嘅概率。如果你計到 F 係正數，即係你有優勢；負數，即係你冇優勢，唔應該落注。呢個公式俾職業賭徒同投資者廣泛使用，就係將博弈同投資完全睇齊，和用數學取代直覺。呢個思維唔單止適用喺賭場，仲可以應用喺投資、生意，甚至人生決策。你每一次做決定都係一個概率下注。你選擇呢份工而唔係嗰份工，你選擇呢個對象而唔係嗰個對象，全部都涉及概率。你評估每個選擇嘅可能結果同機會率，然後決定點樣下注。高手同普通人嘅分別就係高手會理性計數，普通人會憑感覺同運氣。巴菲特講過一句名言：風險來自於你唔知道自己做緊咩。如果你清楚知道每一注嘅概率同期望值，你就唔會再被短期波動嚇親或者沖昏頭腦。所以第4條鐵律就係改變你嘅心態。唔好再問我今日好唔好彩，而係問呢個決定嘅期望值係幾多。唔好再追求贏錢，而係追求做啱嘅決定。因為只要你做啱決定嘅次數夠多，概率就會企喺你嗰邊，錢自然會跟住你。相反，如果你淨係靠運氣，就算一時贏到最終都會輸翻出去。賭場最蠢意嘅就係靠運氣嘅人，因為呢啲人最終都會成為大數法則嘅犧牲品。何鴻燊唔賭錢，因為佢知道莊家贏硬，但係佢肯教人嘅就係呢種莊家思維。唔好做賭徒，要做概率嘅朋友。當你學識用概率思考，就唔會再被打和就走呢啲心理陷阱迷惑，因為你會清清楚楚睇到每一注背後嘅數學真相。好，等我哋重溫一次今日講嘅4大鐵律。第一，認清損失。當你開始想追平嗰陣，你已經落入莊家嘅心理圈套，腦嘅杏仁核騎住理性，令你做出唔理智嘅決定。第二，設立硬性止損線，唔好諗我要贏幾多，我要諗我可以輸幾多。去到止損位，機械式離場，冇商量餘地。第三，時間控制重要過資金控制。時間就係你最大嘅敵人。做法則會喺足夠嘅時間入面，將你嘅本金慢慢蠶食，限時離場，保護自己。第四係將博弈視為概率投資，唔好靠運氣，遲啦。和要靠計數，每一次下注都係一個風險決策，要計數，要規劃，要管理風險。
4條鐵律一條都唔可以少，佢哋互相扣連，組成一個完整嘅風險管理系統。第一條，幫你認清心理陷阱；第二條同第3條俾你實際行動嘅工具；第4條就係你嘅根本心態。4者合一，你先可以喺博弈世界入面全身而退。不過我都要坦白講一句，就算你熟讀晒呢4條鐵律，都唔代表你一定會贏錢，因為博弈本身就係一個負期望值嘅遊戲，長期玩落去，莊家一定贏。呢4條鐵律嘅目的，要你贏莊家，而係要你輸少啲，輸得有尊嚴，唔好輸到傾家蕩產。真正嘅贏可能就係你今日能夠按時離場，和能夠保住大半本金，能夠理性咁行出賭場門口。你可能會問，既然係負期望值，點解仲要玩？答案係你可以選擇唔玩，抵多。呢個可能係最理性嘅選擇，但如果你真係要玩，就請你做一個理性嘅玩家，而唔係一個被情緒操控嘅送財童子。讓呢4條鐵律畫好你嘅生死線，然後先好入場。記住呢句說話，賭場最怕嘅唔係你贏錢，而係你唔玩。只要你肯走，就贏咗。贏咗你嘅理智，贏咗你嘅本金，贏咗你嘅未來。打和不存在嘅，真正嘅贏係你能夠控制自己，能夠喺適當嘅時候講夠啦，我走啦。博弈本質上其實係一場同自己弱點嘅戰爭，只有學識建立真正嘅生死線，和先可以令你喺複雜嘅環境入面全身而退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記得去置頂留言收集我為大家準備嘅心法指南。如果今日嘅內容對您有少少啟示，請幫忙點讚分享並訂閱我哋頻道。我哋下期再見。